Damon Ultima 自鎖托槽，設計精密，俾牙齒移動得更快、更精準，容易清潔，佩戴舒適。恭喜發財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。我都喺度祝咪咪牙尖嘴利，大家笑口常開。Dr. Ho，上一次我哋講咗箍牙嘅知識啦，咁今集我哋會破解咩迷思啊？今日集同大家講下箍牙嘅方法。今日要破解嘅迷思係鋼絲箍牙好落後。Dr. Ho 啊，咁鋼絲箍牙咧係咪真係好落後㗎？以箍牙嚟講，傳統嘅方式就用鋼絲箍牙，但係經過百幾年嘅改進，我哋用嘅材料設計都已經唔一樣㗎啦。我今日打咗道具啊，呢個係傳統式嘅箍牙，牙箍設喺牙基嘅上面有鋼絲，每個箍牙上面有一個橡膠圈，將鋼絲拉緊，達到箍牙嘅效果。新一代叫做自鎖牙箍。每一個牙箍嘅上面有個金屬扣，咁就唔需要用橡膠圈包住，壓力比較減少，病人清潔比較容易，亦都舒服啲，亦都達到定期嘅效果。再進一步，我哋用 AI Indirect Bonding， 即係直接由電腦模擬將鋼箍黐上病人嘅口腔裏邊，一次性。咁即係話我哋將電腦模擬嘅效果直接放喺病人嘅口腔裏邊，減少咗箍牙嘅時間，同埋增加準確性。仲有一樣喎。3D printing 3D 打印透明牙箍，用同樣嘅原理，每一個牙箍係特製嘅，即係每一個病人嘅每一隻牙箍都唔一樣。咁你話係咪落後呢？哇，真係好先進喎！用到 3D 打印。咁除咗鋼絲嘅箍牙，仲有咩方法呢？好，仲係有準備，就係而家流行嘅透明牙托。透明牙托嘅原理就用電腦模擬，將病人整個箍牙嘅過程逐步拉出嚟。而製造每一個牙托，病人需要每一個星期換一次，啲牙齒就慢慢到位。但係每一個方法都有佢嘅好處同唔好處。如果你淨係諗住一個方法可以代替另一個方法嘅話，好多可能達唔到我哋要求嘅效果。所以我哋做專科醫生，每一樣都係一個工具，你有錘仔，你有螺絲批，但係淨係得錘仔，所有嘢都係釘。咁所以每樣嘢唔係落後，係相得益彰。咁有冇話將幾樣嘢融合埋一齊咁樣嚟做咧？而家我咪做緊啦嚇，咁但係每一個病人有唔同嘅需要，每一個年紀亦都有唔同嘅方法，咁大家要注意就係唔同嘅要求，達到唔同嘅效果。我哋有觀眾提問咧，話佢哋屋企細路仔係有箍牙用鋼絲㗎，但係咧又拮到佢哋唔舒服啦，刷牙又好難，好唔乾淨。喺呢方面，你可唔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啊？嗱，箍係一個醫學嘅療程，咁當然其中裏邊有啲唔舒服㗎啦。舉個例子，喺鋼絲箍牙裏邊，有時候鐵絲尾突出嚟嘅話，其實醫生每一次矯正完之後，都會將個鋼絲尾屈轉或者剪短，都係覺得唔舒服嘅話咧，可以用蠟將下邊封住，感覺會好啲。但係最緊要係同醫生溝通，我哋有最新嘅科技，可以拍照上網上傳。我哋每一個星期推下病人有咩地方我做得唔好，或者有咩問題。之後，我哋會帶個病人翻嚟做一個加一次正常嘅檢查，幫佢處理。咁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可以上傳我哋嘅資料，就唔使等到下一次嚟見你嘅時候咧，先至處理呢個問題。冇錯啦，如果有問題嘅話，如果你知道會可以盡快處理，對病人亦都有好處，對醫生嚟講亦都唔會有啲不必要嘅 complication， 就係併發症。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，好多謝 Dr. Ho 為我哋介紹咗咁多牙科嘅知識。大家記住好好地照顧你哋嘅牙齒啦。記住，美麗笑容由此起。一連12集嘅破解醫學迷思已經全部播映完畢啦。喺呢一輯入邊，我哋請嚟澳洲痛症科及麻醉科專科醫生 Dr. Tony、生育及婦科專家 Dr. Cheryl、白內障及眼科全科醫生 Dr. Kenny 以及兒童齒科及矯齒專科醫生 Dr. Ho， 同觀眾探討常見嘅醫學誤區，並提升大家對醫學知識嘅正確理解。希望之後可以再同大家見面，破解更多嘅醫學迷思。
Damon Ultima 自鎖托槽，設計精密，俾牙齒移動得更快、更精準，容易清潔，佩戴舒適。